最近时常传出譬如诈骗集团骗到国外柬埔寨等事件不断。经过台南市警察局的统计，对7月10号到8月17受理报案的就有33件，到目前有3位被救回台湾。上午透过市府的记者会，被害人嘛发声，讲出伫国外如何被卖来卖去，并且被严刑拷打的过程。他又叫我去骗诈骗集团的钱，他跟我说他朋友被这间公司骗，跟我说要去完柬埔寨之后，然后说钱在台湾他拿到之后，他会安排人把我接走，就那个车主就安排一间酒店到，就住了1个晚上，隔天就桃园机场飞去柬埔寨，手机被抄完之后被打，头被打到受伤不行，就是那个主管拿着木头椅子小凳子打，然后四张全部都被他打碎，然后他就叫人上去拿电很大只的电击棒，然后来电木头椅脚，然后打我，刚好打到我的头就流血。刚刚在影片里面你们也听到了哦，他就是用这些桌椅打他，把4张椅子都打到他头破血流，所以这是完全的不人道待遇，等于是虐待。所以包括我们的国人到东南亚哦，到举例来讲到柬埔寨，不但是身体的健康会受到伤害，连生命的安全都不一定能够确保。所以我们还是积极的呼吁啊。所有的市民、好朋友，周遭如果有人要再继续去东南亚，不管是去工作、去旅游或者任何的这一个目的，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予以沟通劝阻啊。目前当下还是有存在着很大的一个危险的危机。为了打击海外诈骗，台南市政府上午特别召开记者会，结合警察局、教育局、加观光旅游局。希望对3方面来落手，启动全方位来阻挡海外求职的诈骗，而且佮祭出奖金，鼓励旅行社主动发觉并且通报。与其已经人到了他乡异地被控制之后，才来机警报警，不如人就不要出去。因此呢，我们在教育系统跟观光旅游系统的旅行社就能设下了拦阻的这个部分。在教育系统方面，我们启动校安宣导跟维护除了校安，除了劝导暑假不要飙车不要接触毒品之外，也不要听信这种所谓国外打工的这种谣言。第二，在旅行社端，因为出国参加诈骗集团，不管是出于自愿，或者是被迫，或者是被骗，其实他都要办护照的，都要买机票的。所以说，这个护照跟机票这2关，我们都请旅行社严加把关，从无偿的义务的帮你守护，变成有偿的能够协助办案破获这个犯罪集团，然后保障国人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买机票的话如果他的譬如说年纪很轻，别人帮他付钱，这些部分旅行社希望能够帮忙过滤如果过滤出来他还是机票照卖，但是私下通报我们的警政系统。那如果因为这样在机场拦下来，或在出发前拦下来，或在任何时刻只要不要离开中华民国国境被拦下来，那集团被破获，防止了后续有人持续被害。这样的话，我们一个人原则上是，譬如说这一团有5个被害者不管他出于自愿或者被迫，5个受害者，那我们就一个人2万块钱的这个奖金，那5个人就10万了那希望能够有效的这个降低或减少这样的一个犯罪。市长表示，民众只要报案，目前拢会先将资料送到外交部，通报权责的驻外单位来处理。虽然中央有中央的处理方式，目前台南市总共有372个人出境到柬埔寨，因此地方嘛会先派人来查访，看是毋是有甲厝内面的人联系，或者是遭受人蛇集团的控制，共同来打击不法。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其实这个落到国外的黑帮。